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，申命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使徒行传12章20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工作。出来记18章记载着摩西伊听伊长人叶忒罗的建议，设立着以色列人的体制，互济受呼召、受选的人来协助管理以色列人。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人的工作，但是就亲像昨牧师所分享的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透过人的参与来执行、来成就。申命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下面是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曠野，疏忽对面的西拉巴，就是伫巴兰甲多弗、拿班、合西略、底沙哈的中间，对以色列人民所讲的话。对何烈山经过西尼山到伫加底斯巴尼亚需要11日的路程。伫出埃及了后第40年11月初1，摩西将上主交代伊对以色列所有的命令拢甲伊讲。迄时摩西已经杀赢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甲住伫伊得来阿斯他略的巴珊王噩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地开始讲解上主的律法，讲上主咱的上帝何烈山甲咱吩咐讲。恁伫即个山已经住够久啊，着起身踅去阿摩利的山地，以及遐附近的阿拉巴山地、山坡、吉尼夫、地中海沿海一带、迦南人的地区，甲黎巴嫩直到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我将这个地赐予恁，恁着入去承接。这个地是上主对恁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应允，要赏赐予因甲因的子孙的土地。迄时我有甲恁讲，管理恁的责任，我家己一个担当袂起。上主恁的上帝，予恁的人口加添。到伫今仔日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。愿上主恁的列祖的上帝，照伊对恁应允赐福恁，予恁的人口加添1000倍，管理恁的重担甲责任，以及处理恁的诉讼，我家己一个哪担当会起？恁着对逐支族经有智慧、有才能、有经验的人。我就设立因做恁的领袖，恁因我讲要做的代志真好。我就将恁逐支族选出来，有智慧、有经验，设立因做管理恁的领袖。有的管1000人，有的管100人，有的管50人，有的管10人。佮设立其他的官长。当然是我吩咐恁的审判官讲，恁就裁决3个的事，无论是同胞中间的案件，还是甲住伫恁中间外族人的案件，就照公道判决。恁裁决的时，毋通变大。3个的人，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，拢着照公平来对待。毋通惊任何人，因为恁是替上帝审判。困难解决的案件，就送来我这，我会裁决。迄时我嘛将恁应该做的事拢甲恁吩咐。
因为地方官无论是10副长、50副长、100副长，或者是1000副长，拢代表着摩西管理以色列人。但是摩西伊是上帝的代言人，的管理者，因所做的拢是为了主来做，这拢是上帝的工作。有时上帝透过人做工，有时上帝透过天使来动工，有时上帝亲自做工。使徒行传就记载着上帝透过天使的工作，互迄个背逆恶疾的希律王来互伊拄着性命的危险，因为伊无有荣耀上帝，上帝就互伊忽然间来死去，互伊无搁再会通阻止使徒传福音的工作。使徒行传12章20节到25节。当时希律对太尔甲西顿的人民非常生气，因就派代表团去见伊，因大声说服宫廷的总管伯拉斯多设法互因通去看见希律，对伊来求和，因为因会粮食就要靠王来管辖的地区来供应。伫约定的日子，希律穿王服坐伫座位，对人民演讲。众人一直话讲，这是神灵的声，毋是人的声。主的天使随时甲希律拍倒，因为伊无荣耀，无归荣光互上帝。后来伊互唐家就死去，上帝道哪传哪开阔哪兴旺。巴拿巴甲扫罗完成因的任务，就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离开耶路撒冷。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，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开力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，比蜜比纯的香蜜更较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，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就诚做无通知识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的喙所讲的下伫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恳求主亲自动工，愿意军队，愿意诚做主的仆人。求主帮助阮伫宣教顶悬，伫服务顶悬，伫宣扬福音顶悬，更较热心无私甲主同工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